約伯記第33章第1至33節。以利戶欲以誠實折服約伯。一可是，約伯啊，請聽我的言語，留心聽我的一切話。二我現在開口，用舌頭發言。三我的話發自我內心的正直，我的嘴唇真誠地說出知識。四神的靈創造了我，全能者的氣賜我生命。五你若能夠，就回答我，在我面前列出論點，表明立場。六要知道，我在神面前與你一樣，也是用黏土塑造出來的。七要知道，我的威嚴絕不會驚嚇你，我的壓力也不會重壓你。八然而，你對着我的耳朵說話，我也聽到你言語的聲音。你說：九我是潔淨的，沒有過犯，我是清白的，沒有罪惡。十要知道，神找機會攻擊我，把我當作他的仇敵。11他把我的雙腳上了枷鎖，又窺探我的一舉一動。12要知道，你這話不公，我可以回答你，因為神比世人都偉大。13你為什麼指責他，說他不回答人的一切申訴呢？14其實神用一種方式說，又換用另一種方式，人卻沒有察覺到。15當人在床上打盹，當沉睡臨到世人，神用夢和夜間的異象。16開啟世人的耳朵，用警示使他們懼怕。17好叫人離開惡行，又叫人與驕傲隔絕。18他攔阻人的性命不下在坑裏，守護他的生命以免死於刀下。神教訓人的方法。19人在床上被痛苦懲治，他的骨頭不斷地掙扎。20以致他厭棄食物，對美食也沒胃口。21他身上的肉都消逝不見，以前看不見的骨頭，現在卻露出來。22他的性命接近深坑，他的生命靠近滅亡。23千萬天使中若有一位，在人身邊作為傳話者，提醒他當持守的正直。24並恩待他，說救贖他免下深坑，我已經找到了贖價。25他的肉身變得比少年人的更嫩，他重返青春的日子。26他向神祈求，神就喜悅他，他也歡呼朝見他的面，他又為人恢復他的義。27他在人面前歌唱，說我犯了罪，顛倒是非，但我沒有受到應得的報應。28他救贖我的性命免入深坑，我的生命又要得見光明。29的確，神兩三次向人行這些事。30要從深坑救回人的性命，好使他被生命之光照耀。31約伯啊，你當留心聽我，你當默不作聲，讓我說話。32你若有話說，就請回答我，你只管說吧，因為我樂意聲明你是對的。33你若沒有話說，就當聽我，你當默不作聲，我就把智慧教導你。